早晨啊，茂運社工，咁啊第四輯啦嚇，SPU 系列，咁啊琴日講嗰啲大數據大圍嘅嘢啦，但係實際運作都唔係得人驚嘅。嗱，1500個一個月前，即係佢哋喺舊機構咧就要見社工啦，係咪？咁講起見社工嘅時候，新機構其實9月咧應該派出去嘅啦，即時出到預約預約啊，下次咧就嚟中心做 enrollment 嘅嘢啦，或者順手9月嗰陣喺嗰度做 enrollment啦，呢個交接機構技術問題。咁見咗佢一次，即時編埋咧，每一個禮拜咧去做1小時無償工作。咁即係話咧，一日咧，我哋要 entertain 80人嗰個人次，咁樣咧就可以滿足到咧嗰個一個月得嗰25日，即係5個禮拜啊嘛。你當20日啦，唔好25日啦，咁啊80人。咁除一除啦，每個鐘頭1個鐘，咁即係話咧，每個鐘咧有10個咧無償工作者咧係去嗰個無償工作間咧去嘅。咁如果你得10個人咧，1個鐘頭咧冇話嘅喎，只要有地方可以容納到10個人，個鐘頭黐車咁轉，咁啊坐搞夠80個鐘頭，咁樣咧就已經可以交差嘅咯喎。咁嘅無償工作即係罰企或者罰坐啦。咁有咩意義咧？喺佢做嘢嘅時候，你有冇工作人員同佢傾下偈咧？冇啊，個設計又唔需要個工作啊嘛，工作做乜啫係嘛？總言之，你做夠1個鐘頭，咁冇嘢做咪企喺度咯，或者坐喺度咯，咁樣啫喎。咁我假設有人因堂啦，我大把凳，幾十張凳，買啦，咪夠1個鐘頭走啊，買人工咪9個鐘頭走啊，剪夠1個鐘頭草走啊，洗夠1個鐘頭地，不過真係盡量減少開支啦，梗係唔好洗地啦，洗地要用水噶嘛，抹凳都係乾炒牛河啊，我哋叫做係咪？咁係一個徭役啦，看待嘅徭役制嘅啫喎，係咪啊？咁強迫工作，咁俾人笑啊，咁都強迫。